来到客家料理轻松做的单元，要教大家做酱冬瓜跟泥火山豆腐搭出的美妙好滋味。泥火山豆腐是花莲罗山村的特产，当地客家人用泥火山水代替石膏水，这豆腐口感扎实，配上酱冬瓜更是美味一绝。花莲罗山村这个美丽的客家庄，群山环抱，空气清新，老天爷还送给了罗山泥火山这个大礼。冒泡的就是含有天然气的泥火山，里头也有碳酸钙，所以当地的客家人拿来代替石膏水，做成独一无二的泥火山豆腐。我们是用水桶，然后提水，取水，然后回家沉淀。要让泥火山豆腐纯天然又好吃，温妈妈完全依循古法制作。传统砖砌的炉灶，再用竹子、木柴来生火。温妈妈说，这样才能够做出古早味。烧木材做起来的豆腐比较香啊，比较有口味不一样。从磨黄豆开始，整个过程温妈妈坚持纯手工。豆汁反复熬煮成豆浆之后，再加入已经沉淀、过滤后的泥火山水。整个过程就像是魔术秀，豆浆凝固成了豆腐花。我们刚刚做豆腐，所有放进去的水就慢慢分开，它那个蛋白质就慢慢的凝结。而豆腐花要挤压成豆腐，每个动作马虎不得。豆腐煎到焦黄，再把酱冬瓜放入焖煮。温妈妈说，用盐巴腌制的冬瓜加入豆瓣酱，采中平，所以真的很够味。加点葱段，简单就能上桌。当地的泥火山豆腐扎实有弹性，用酱冬瓜调味，这道菜客家味十足。就是我们这个豆腐是很扎实，吃起来像豆干一样。泥火山豆腐独特的口感让很多游客慕名而来，不但带动观光发展，也延续着客家先人就地取材的智慧。天然的石膏水在后山涌泉，火山泥的滋味，客庄妈妈温柔烹调，当酱冬瓜的简单和豆腐的滑嫩上桌，有罗山限定的感动时刻。